去年9月23号，花莲马太鞍邦山湖大水灾造成了19个人死亡，5个人失踪。负责疏散的花莲县光复乡公所起予怀疑，根本无善尽伊的职务嘛。花莲地检署今仔透早就搜索乡公所乡长林清水甲秘书的厝，嘛调阅了铁犁的名册等等的证物，要按照过失害死人罪以及失职罪来侦办厘清咯。 前后有检调人员保护挑工行边的门，低调离开。看到媒体笑甲真勉强，伊是花莲县光复乡的乡长林清水。乡长有没有什么话？你会觉得蛮无奈的。是这里啊。无正面回应，今仔日透早检调人员先到乡长引导，甲人带去公所。当时张姓乡长秘书引导甲办公室嘛拢互敲诈。 秘书拢急点点，花莲地检署今仔日分这条路线敲诈，一透早7点就到乡长甲乡长秘书引导甲人带走，高雄公所伫咧办公室调阅保存户的名单，佮有铁犁通报等证物，拢总带登去调查站，进一步讯问查清。承办相关业务的民政科长嘛，互约谈，就是要查马大安溪逆流事件负责疏散的责任归属。 花莲马大安溪水头的邦山湖，伫咧去年9月23下晡逆流，事发前31点钟，林保署就发布红色警戒，要求撤离。消防署建议移迁到避难所，或者是徛伫避难，所以造成伤亡。罹难者互发现的地点拢伫咧撤离范围内，提早撤离到底敢有确实是花莲地检署要彻查的重点。 撤离有很多很明显的疏失啊，我觉得撤离不及导致人命的损失跟这些财产的损失，到底谁要负责？检调在后继续收集相关的事证，包括林保署甲县府相关的洪灾通报，地检署要来救济，用过失致死甲毁尸职务罪来侦办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